起来都几几万。哦，他在鼓掌也làm sao用？叫个小包连三连装有的。可以啊。他说我怎么这么说哪用啊？拿得来的嘛，买我得求了别了没。他打好鼓啊。我这小么的包多贵的。多少没问题。多少老高的？你既然我那小了包就马上讲出来的，加三用，这什么金币几里小多钱呢？多钱的。可以啊。们这看完你眼里嘛。但他们理解了许久，俺婆婆现在没到的机会了。他们明年嘛，带你们超到家去来啥进去？俺那边来啥没头上节目上这个三个小个，那么那就就个有啥？他不过知道呀，我的听到现在你跑马来现在下班那多工作，没么子呀？没什么。他最近也没有工作的位，劳动者有那个小我们。你不是干什么的你啊？俺做什么呀？呀，你写起来你，看完了的哪个没笔记的喂？呀，咱三个小个那么中途招人呢，衙门的衙劳动招人呢，好过他好嘛说，他哪在工头去也工嘛在行，身边休息的不会。你看他，这真呢，可有种子没都是当干的是哪个来那个我的？학생 누가 가슴 누가 하고서 진짜 그슬레레 시다 바텀지 이게 시야죠 니 바텀지工作啊톰지 왜 피게 되셔 고즈니 초국이 뭐 얘 당고 봐봐 가와 팀주로 시야제 시装大了就跟着笑了피게你也帮引导呗你给시죠是吧喂，舅，那呀，我现在是把我带去呢。你？大哥舅的。你今天过生了，你过对的。大哥我点点下去，你是不是点点我嘞？是点个点的点吧。爸爸。大哥你过来哟。求吧。求啥用嘛？但我那看我听不中意的，叫不得你。讲去。看过来啥？西藏。西藏啥用吧？哈古对。哈古呢？俺们我们家干这个。朋友们那买西藏是的。是的。西藏我们的吧？听说那么下过哈干就我们那个，六月份是的，羊汤月份是的，这几个的，俺那包走路到那年限就着行的，小军的嘛的你。我们也是，这些都嘛也儿子去的，多年了年限你知道？哈我嘛留着去了嘛。哎呦，对妈妈。这哪天你看看布就是干到了西装馆对的。黄子大包都你看的，黄子你嘛压个金角的意思了哇？压的。包你嘛滚过去就小天井的，不是？这不是东阳嘛的，这不是东北啦是刘家的，去自己去的没？是那个牛啊！他什么这个？路子你下面是那个人的？下面的包你把路老平大走的，很多呀，我在下面听不哪的你。你还有要花呀你？对是老三了花呀你，老三那个就在那烧锅了你。爸爸。老三嘞，天天开钱哟的。你不要练吧，金安的。大个娃两个主。你们你们的人工在里面着。出去了。爸爸他那点中间怎么吃过怎么来着去过的？你。这些都要儿子去的。要儿子嘞，要儿子肯定记不得背的。背得抢钱呐。俺看我给不对什么。